美国波音航空这飞安的问题还未解决，国会举办听证会，这举报的人就是波音的工程师，伊毋但是点出无安全的所在，佮讲家己受到头家不当的驾驶，因那这波音是表示讲当咧改善飞安。 波音飞安流芳真济，举报人波音工程师萨利普17日听证会表示，互头家电话嘛40分，连台各方插破，因为伊提出公司的飞机有安全记录。萨利普伫波音有17年的经历。萨利普顶礼拜伫接受 NBC 专访的时阵指出，波音787莫款客机有重大安全记录，应该随停产进行检查，若做无解决目前安全问题，飞机有可能伫飞行途中向落来。 I found gaps exceeding the specification that were not properly addressed 98.7% of the time. I raised concerns internally. I was sidelined. I was told to shut up. I received physical threats. My boss said, I would have killed someone who said what you said. In a meeting. 主持听证会参议员布鲁门塔表示，会调查这件代志。有愈来愈侪指控显示，波音的安全文化甲做法，拢互人无法接受。先后一找波音高层举行进一步听证会。今年1月，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台新型波音737 MAX 9客机起飞了后，部分机身崩溃，当时乘客虽然逃过一劫，毋过刷来是几落千航班取消。 波音飞安互人质疑，一直伫接受调查。这个前波音737 MAX 8，伫2018-19年飞机落来时阵夺走346条人命，还佫停飞737 MAX 8。这届听证会另外一个举报人是737 MAX 生产线资深经理皮尔森，伊讲伊早就几落届提出警告。I'm not surprised. Because nothing changed after the two crashes. 萨利普嘛指控波音的安全状况，那亲像伫算俄罗斯灯盘，危害乘客性命。永远唔知影事故什么时阵会发生，会伫倒位啊，也甲安全发生。波音公司伫听证会后表示，知影还佫有真侪工作爱做，当日公司内部采取行动，也严格禁止报复行为。为1月以来，员工举报案件大大增加500%以上，显示公司建立一种唔惊人压空，这方面是完全有进步的。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。